农民以私土地来落实，不过监督到经济发展有需要，良田如果本人牺牲很多，新竹竹东一带农民张振等，以本来提早评质，因为发生金融危机，回到竹东去工作，以中间有机米得到肯定，得到民国100年生态经典好米哦，和本人讲系米王。不过佢考试嘅系张振等嘅研究嘅，三体新竹科学园区上体用体嘅证书范围度，一路受骗睇嘅等呢，唔知乜嘅時節也研究嘅路會無限。今日農委會本呢啲報道，路會對土地嘅問題開始講，來看農民同土地嘅關係，韓國經濟發展同農地使用之間，應用呢取得平衡。哦，你看你要报销。各自保修修咧，有当自然的保修项目，无手枪值得赏识。联系中间等利用天选的人身体，用有机的方式来种。田土生草、打农同落叶配嘅人，从阿拍到公的传统农法完全无相款。你水果玉米还在上市，今年得用农药，你虽然讲水果玉米，你敢上市吗？以前大家咁解，可惜啊！我講就從你100個多，從你按這樣報銷，其實都幾好心嘅。摸一下就會記得。本來係開평治廠賣3區做太頭家，前方嘅時평治機只有600台，但是實遇到金融危機，台灣嘅평治業開始沒落。2001年，中正等一個天首批평治廠轉型做農。雖然房子賺好多錢，可惜哦，你係人哋生活啦，係修心，唔係就係講哦，為咗錢就該拼上拼死啊！我感覺。嗰為咗錢拼上拼死嘅觀念慢慢唔錯啦，因為台灣200年有咁嘅事件啦。對中正等來講，做農唔係想做就做，係本來聽書做連滿歸心去做。為咗減少傷害土地，一年敢若400畝，全係實際嘅1萬種測量。田土直接看到雕在露出做豆，只係裂田無土嘅出面。安好嘅米，含到民國100年入選世界經典好米，食到一度認同嘅理念嘅人，當對外地來買。這個經濟朋友和米全部都來問啊，全部都吃這裡的米，這樣子啊，因為我們自己種的是知道嘛，第一個沒有農藥嘛，最重要是冇農藥，是安心啦。但是多少按風數還係有當多嘅問題，做到2重步、3重步列到萎縮，你先就靠後前期干那幾公里內，包含中正等嘅體產內做下454公頃嘅地，做下算係足夠3期嘅用地，隨時有可能會本年進修派。但是呢，呢個下是確實反映唔本嘅進修，一直到90年，新竹縣政府有只講，科學園區嘅名義來留呢進修，所以我哋抗議到緊。就以這條路為界線，那條路，啊，2邊未3期，2邊全部3期。你講寒假會進修，慢慢係去，將你批會賣田賣果來講，可惜你係上到，你就了解好土地咧。同時，咪係三小班班長嘅總經等認為，這片土地觀察植物嘅生長情形，係佢取到做農業生態嘅樂趣，咪當歡喜也同其他農民分享。但是呢笪土地還係有可能會本年進修派，雖然規劃嘅人講係帶來經濟效益，不過對總經等來講，呢度詐騙唔夠內向，還要上到當中網嘅農作物更加珍貴。卡新聞連記者劉文輝新竹報道。